我有個親戚認識咗一個朋友，長達11年。佢戰爭呢個朵絕對切合佢嘅人格，唔係浪得虛名㗎。佢祖輩一定係積咗好多陰德，以致令到佢今生所遇到嘅人都甘願俾佢利用，兼夾出街永遠唔使佢俾錢。咁多年以嚟都冇變過。我親戚同戰爭有班共同朋友，有男有女，好多時都係食放題。先嗰幾年佢算係叫做有俾下錢，不過都係100蚊樓下，餘下嘅數就由呢班朋友輪住幫佢俾。唔出錢不在話下，仲要節目多多，又睇戲又落 club 或者去 party room， 個個好似俾佢灌咗迷湯咁，冇人覺得佢過分。女朋友又車輪轉咁，啲女鍾意到佢要生要死。佢曾經開過間格仔鋪，成日就鍾意出咗去 wet， 又冇人睇鋪，佢又唔捨得出錢請個 part time 幫手，居然俾佢諗到條絕世好橋，就係揾返一個佢之前飛咗人哋嘅 ex， 免費幫佢睇鋪。個傻婆掠反應，以為佢食回頭草，一個星期大概返2至3日，冇人工不特止，搭車同飯盒錢都蝕埋。佢不知幾落力 sell 客，又以老闆娘自居，沾沾自喜，俾人揾咗老襯都未知。咁都不特止，有朋友喺食肆度做，戰爭就一個星期起碼2次去，以探班為名去人哋個鋪頭度食嘢，唔貴嘅都唔叫，食完拍下個籮柚走人，要朋友幫佢埋單。如果係做零售食品嘅，佢就會帶埋個背囊嚟裝嘢，盡情掃貨。我曾經質問過我親戚，究竟佢有冇睇清楚戰爭個為人，幾時先至學精啲，勸佢疏遠呢個人，佢又唔肯聽，話可能前世欠咗佢嘅，咪當係還債咯。我就話佢有今日呢個性格，班朋友都要負好大嘅責任，因為係咁縱容佢，令佢覺得係理所當然嘅。後嚟就變本加厲，同戰爭返大陸玩，所有消費都唔出，由朝到晚食幾餐，腳底按摩，去景點俾入場費，夾公仔，超級市場掃貨，一條龍包晒。呢啲人咁都唔知足，唔懂得感恩之心。之前去超級市場，佢都係拎啲零食，後期直情問都唔問，將包狗糧、狗玩具以至家庭用品全部都係放喺購物車度，去到要俾錢時就自動彈開，企喺門口度等。啲煙貴唔捨得買，又係黐飲黐食，叫人買包新嘅俾佢，唔夠半日就差唔多俾佢食晒。個親戚試過收埋，都俾佢自己找到。你話為佔人便宜幾咁冇人格啊！今年年初親戚同佢去睇戲食飯，全程融洽，冇嗌過交。臨走時仲約定下個禮拜見，但返嚟之後親戚就突然好似俾人哋叮醒咗咁，覺得戰爭好過分，咁多年以嚟都揾佢笨，覺得唔憤氣。就係咁，佢唔再關注對方。戰爭一頭霧水，都唔知發生咩事，俾人冷落。頭幾次親戚都會 hea 佢，猛喺度話好忙，唔得閒出嚟。但試過幾次之後，佢都知人哋唔想見佢，於是佢又學人發嬲 block 咗人哋。冇幾耐又打篇千字文盡訴心中情，話親戚無情無義，呢一世都好難再揾返一個好似佢咁真心嘅 brother。見人唔覆佢又 delete 返，如是者隔幾日又若無其事 send 啲嘢嚟，見人無動於衷又再 delete 返，死唔斷氣。梗係啦，以前嗰班 friend 散晒，淨係得返親戚喺佢身邊。諗諗下，面子事小，冇咗個米飯班主事大。
我親戚人間清醒，都話前世欠佢嘅債已經還清啦，所以就算係同一個人做返同一件事，感覺大有不同。依家直情係由前面爭到去後邊，善緣惡緣真實不虛，因果律法永隨相伴，又有邊個可以躲得過？